大家好，我係阿 Kim，一個移民嚟台灣差唔多4年嘅香港人。呢個頻道會不定時咁更新，請大家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留言，多謝。之前我一直有追睇一個 YouTube channel，一對年青嘅香港人夫婦辭咗份工，攞住1年嘅旅遊工作簽證去日本追尋夢想。佢哋啲片一直都強調裸辭追夢，聽起上嚟都幾熱血，就好似聽住疾風街道咁熱血啊！我自己都經歷過裸辭，我亦都好中意追夢。我嘅夢想就係躺平唔使返工，所以最初睇佢哋頻道嗰陣時都好有共鳴，好想知佢哋係點樣喺日本追尋夢想嘅。冇諗到嘅係佢哋嘅頻道最近突然間爆紅咗。本來佢哋個頻道每條片平均觀看幾千 view 嘅啫，但係最近嗰條片突然間就突破咗10萬人觀看。仲俾好多社交媒體甚至 Yahoo 新聞都轉載，點解呢？喺最新嗰一條片裏面，片主巴人夫妻就用生活費用告急為理由，要開個會員頻道，希望我哋觀眾可以實際咁課金支持佢繼續追夢咁。最平嘅要每個月200蚊台幣，咁做咗會員有啲咩福利呢？就係可以喺留言隔離出現一個忠誠徽章同埋自定 emoji。咁每個月俾450台幣或者3200台幣嘅高級會員又有啲咩呢？答案就係同初級會員一樣，係冇更多嘅福利嘅。片主巴人嘅意思係，你加入會員只係純粹咁支持佢哋繼續留喺日本追夢啫。或者買下GoPro買下衫咁咯。佢哋咁直接同埋坦白就引發咗啲觀眾不滿啦，開始去翻佢哋舊賬，話佢哋攞住個 Working Holiday Visa 喺日本去咗4個月，淨係得 Holiday 而冇 Working， 成日掛喺嘴邊嘅所謂創業，其實就淨係想用拍 YouTube 嚟賺錢。網民拆穿佢哋嘅所謂裸辭同埋創業，其實就係懶，唔想做嘢。我要先聲明，我真係有訂閱佢哋個頻道嘅，差唔多每一條片我都有睇過，並唔係佢哋爆發咗公關災難先至突然加入戰團嚟落井下石嘅。我都認為網民啲批評係啱嘅，做 YouTube 其實係冇問題，開會員頻道想割網民韭菜都冇問題，但係唔好用啲咩夢想嚟包裝咯。咁就太難睇啦，就直接啲講，我唔想返工啦，想躺平。我諗都會有少數人會支持你哋嘅。佢哋嘅原本計劃係咁樣嘅，不顧一切咁裸辭咗，攞住唔夠1年用嘅生活費，申請旅遊工作簽證去日本，打算站穩咗陣腳之後，再申請經營管理簽證，長期留喺日本。但後嚟發現經營管理簽證個門檻實在太高啦，要500萬日元嘅資金，仲要租獨立辦公室同埋寫創業計劃。片主巴人一無資金二無計劃，所以佢決定轉用一個日本政府新推出嘅創業簽證計劃，冇資金要求同埋唔使租辦公室。但係呢個計劃係比較傾向於吸引專才嘅，對申請人嘅背景係好重視嘅。片主夫婦好似連大學都冇讀過，純粹用拍 YouTube 嚟創業根本係行唔通嘅。記得片主巴人之前拍過一條片，話要返香港攞返強積金。咁正常香港人都知道啦，你一係已經65歲，一係你移民永久離開香港，是但符合一個條件先至有資格攞返強積金。從來都冇人覺得話攞住個旅遊工作簽證係可以攞得返強積金嘅。而一班人竟然會特登嘥幾千蚊咁返香港試，
點解你唔打電話去問下先呢？雖然我知道佢哋兩夫妻啲智商有啲問題，但係我一直都對佢哋不離不棄。有時候聽啲傻仔喺度鳩噏都係一種療愈嚟嘅，就好似大家依家聽緊我講嘢咁樣一樣。本來呢一個公關災難都唔算係太嚴重嘅，道個歉話會好好咁反省改進咪得咯。偏偏片主班人喺留言區力撐，啲語氣又唔好。佢應該係真心咁覺得自己係冇問題嘅。返工嘅話點樣追夢啊？點創業啊？你哋識條鐵咩？我就好好奇究竟有幾多人會加入佢個會員頻道，同埋佢下一條片會點樣回應。我就勸佢謙虛少少咯，你始終係想要靠 YouTube 嚟賺錢噶嘛。好啦，今日我就先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